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的2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后，造成49人丧生，20多人重伤。当天下午，哈格利公园附近的清真寺先传出枪声，41人在袭击中丧生。位于林伍德的清真寺也遭到袭击，有7人死亡。据说，其中一座清真寺当时有200多人在做祈祷。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对此发表声明，指责这次恐怖袭击。他说，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的2座清真寺在举行星期五祈祷活动期间受到了恐怖分子袭击，近50人死亡，有很多人受伤。恐怖主义没有宗教和民族，我们所看到的场景是很糟糕。这次袭击摧毁了人类的良知。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针对东突厥斯坦侵犯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的责任者下达制裁法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会继续呼吁中国结束此类政策，让那些被随意监禁的人恢复自由。中国在联合国捍卫其中在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地区的政策，称在教营中的几十万维吾尔族人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学习，接受对他们的教育。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周五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强调，培训中心计划对那些拥有极端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个人的去激进化的成果卓然。他说，一些国家以人权的名义干涉他国内政，对此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太平洋空军公司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架 B-52H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并在中国南海附近进行了例行性训练，随后返回基地。另一方面，据俄罗斯卫星网3月15日报道，美国空军波音 B-52H 同文森堡垒战略轰炸机靠近到博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边境。德国首都柏林和克隆明斯特亚探等主要城市都有数十万学生响应周五为未来行动，走上街头呼吁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切实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